小无的心境，伤心人。他做了一个什么？那个哽咽，那叫什么？啜泣的感觉，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哭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被砸掉，是吧？那种感觉就是换气，然后哭得很惨，然后换气又卡住，就是这感觉。伤心人，被头哦，就是这感觉哦，试试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伤心人。好，所以这个字它考验哪里？凶心人的人，它考验你要收哦。你那人，我都人，又打开，又打开啊！凶心人，来，睡，嘿，不要太刻意这样，刻意，伤心人，只剩我。